從東涌乘搭11號巴士喺新北道下車，行鳳凰徑第5段去慈興寺飛龍終點大澳，喺標柱 L035 起步，差唔多去到 L037就轉左上觀音山。喺觀音山打完卡，行一小段山路落返去鳳凰徑，繼續沿住鳳凰徑行去姜山。對出係石壁水塘。行到去標柱 L039，再行一段路就嚟到姜山。嚟到位於標柱 L044嘅靈會山，跟住去慈興寺飛龍。差唔多去到鳳凰徑嘅第5段，標柱 L047就轉右去慈興寺飛龍。喺飛龍旁邊嘅樓梯落去前面嘅慈興寺，繼續行一段山路就可以去到鳳凰徑第5段嘅標柱 L048，又可以喺飛龍沿路返回標柱 L047，再去 L048。
出到去鳳凰徑嘅第5段，去到鳳凰徑第5段嘅標柱 L048，沿住大澳方向經龍仔吳園出去，嚟到鳳凰徑第5段嘅標柱 L049，靠右邊行姜山郊遊徑 C1310，嚟到龍仔吳園位於鳳凰徑第5段嘅標柱 L050。嚟到姜山郊遊徑標柱 C1311，一直沿着鳳凰徑第6段去到標柱 L055就可以去到大澳。